15、16，唔抄唔舒服。大家好啊，又係我蘇波榮啊。嗱，今日咧又要講嗰個啲數據成日造假嘅谷歌國。繼上一次發現造假強國深度參考同埋結合我哋國家 DeepSeek 嘅 AI 技術之後，用佢哋國家嘅公帑去整合出佢哋國家最大最強嘅 AI 之後呢，估唔到咁快，今日又俾我揾到一單疑似深度參考嘅事件啦。是咁的，日本大阪中崎町嘅一間奶茶品牌 Charming Tea Shop 就俾網友踢爆佢嘅品牌圖標、菜單設計同埋產品包裝同內地知名嘅奶茶品牌霸王茶姬極度相似，甚至呢只係將原本京劇嘅女性形象更換咗做和服女性嘅形象，疑似構成抄襲。嗱，大家不妨一齊睇下佢似唔似啊？呢一個呢係店面嘅用色，呢一個係社交平台嘅 logo。呢一個咧就係包裝啦。嗱，好啦，似唔似咧？留翻俾大家去判斷啦。我自己個人就覺得，哇，都幾似喎。網上仲話佢哋嘅餐牌、包裝、甜度、冰量選項嘅排版，就連手提袋嘅設計咧，都同霸王茶姬好似，令到唔少人，包括我在內咧，都以為係霸王茶姬進軍咗日本開分店。嗱，不過咧，如果講到版權啦，主要咧係睇一個核心標準嘅，就係唔係足以令到消費者產生混淆。如果普通消費者睇到相關嘅標識，會誤以為兩者係同一個品牌，存在關聯關係，又或者係授權合作嘅話呢，咁就可以構成商標侵權啦。嗱，不過又公道啲咁講，知識產權呢亦都有屬地原則嘅。如果霸王茶姬冇喺日本註冊啦，咁啊真係好難維權噶。嗱，最後總結一下啦。第一，今日中國嘅品牌咧都開始衝出國門，紅到去其他地方噶啦，真係難免會俾人抄襲嘅。未來嘅中國品牌咧，可能都要好好保護自己嘅知識產權啦。第二，呢單嘢咧，好彩係我哋俾人抄，同埋個牌子咧都有足夠嘅知名度。如果調轉頭我哋有個牌子似人哋咧，就一定話我哋抄人噶啦，跟住咧俾人捉出嚟鞭屍添。你知啦，啲反共友仔啊好方丈噶嘛，身邊有呢啲人咧，記得幫我 share 條片俾佢喎。係咁，拜拜。